OK，好，捉實一分，捉實一分，捉實一分。頭先6號打咗出界，俾捉實開，捉實開。好，捉實2分。2-2，2-2路開波。6號3分。6開波。2個09年打喎。6號。6號4分。Joshua 開波。6號5分。都係 Joshua 開波。佢開？係，佢開。1局11分友誼賽。6分，6開。哇 ！Joshua 3分，6號開。Joshua 4分。打得開心啲喎。Joshua 開。喂，羅志三。嚇？幾多比幾多啊？6-4。8-9-6-4。我哋心理啲應該抄啲點話你啊？距離快樂活動打仗仲有差唔多1個鐘，到時記得約親朋戚友食花生。6-4繼續啦。繼續啊！繼續打。係啊，6-4繼續啦。拜拜，羅生。我走啦。拜拜。我對羅志祥。咩啊？哇！另外，繼續打。6號開波。哇！搞到6開波啊！7-4，6-7，6開。6號開。你打我幾個？我唔知啊，我可能6點9要翻到去啦。唔緊要啦，啟德站啫，啟德站得3個字。6-8 ，Joshua 開。好 ，Joshua 5分。OK。Joshua 開，好似都係 Joshua 開。軒仔走啦，拜拜，軒仔。拜拜，有機會再見。我身呢度，拜拜，有機會再見。好 ，Joshua 6分。係啊，佢追緊你啦，好。6開。9-9。拜拜，軒仔。都係6開。好，拜拜。喂啦。拜拜，你走啦，拜拜。10-6。10-6咧，羅志生話係。Joshua 開係啊。我打波咋嚇11-6。好，6號贏咗。6號贏咗。輸咗啦，好啦。